接受简单的任务，上立委战场黄捷即摆脚步徛在来到高雄益新堂，参选时就徛伫咧总统蔡英文身躯边，呼选的来宾拢是大甲小。咱讲，咱的立委要投给谁？我们2024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大大来向乡亲推荐黄捷，毕竟经过一份媒体民调显示，黄捷36.8%的支持度，虽然伫咧高雄第6选区领先国民党陈美雅的32.5%，和喜乐岛联名郭培宏的9%，不过和南赢陈美雅两个人敢差4.3百分点，和黄捷唔够大气。总统就是跟我说加油，我们是这个新世代的代表，所以希望说我们新世代代表新世代的期望，一定要继续加油。民调输在后的陈美雅对家己有信心，接走基层拜票。陈美雅一个人力抗所有民进党的这些，他们动用所有行政资源，就是要辅选黄捷。我会守住光明顶，我会守住台湾的民主价值。那郭培宏回马边进案，冲来到市场扫街，针对民调搬来个对手给。大家就说，如果他2个月就可以来这边就当选那个代表这个地区的立委的话，那选完之后，他不就回到台北？他3年半以后再回来了吗？他会做选区服务吗？毕竟也未到大考进前，答出来成绩单，拢个人当提供参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